今日鵬仔咧帶大家過嚟執筍嘢啊，總價咧26萬就去攞定呢一套精裝單位啊，所見即所得啊，全部係一個交流標準嚟嘅。樓下咧有我哋街市啊、超市啊、酒樓啊、電影院啊、KFC 啊，落樓咧就可以享受呢個配套噶啦。無論你買翻嚟度假或者退休養老，都係非常之啱你噶，配套全部係現成嘅啦。咁我哋睇翻呢個示範單位350尺咧，雖然話面積唔係好大，但空間感十足嘅。咁我哋睇翻咧入門嘅一個實木嘅3x1指紋鎖係交付標準嚟嘅。入到嚟睇翻咧右手邊咧我哋衛生間乾濕分離都做埋俾你嘅，全部都係交流標準咧。咁右手邊咧有我哋廚房啊、洗衣機呢邊，儲物空間非常之多啊！嗱，見到一排嘅收納櫃啊。咁我哋睇翻右手邊嘅一個餐廳位，餐廳位4-5個人喺度食飯冇問題噶，仲有一線嘅收納櫃啊，空間感非常之多嘅。咁雖然話350尺唔大，但空間感十足嘅。咁呢邊咧，你買嚟咧退休養老或者係買翻嚟度假都非常啱你嘅。仲有酒店託管嘅，一個月收咗可以高達2000蚊啊！咁回報率咧高達9厘嘅喎。咁呢個屋苑咧價錢就非常之筍嘅，總價先係26萬就可以攞低嘅啦。嗱，咁興趣朋友咧，快啲往我貼簿過嚟帶你執翻間啦！